矮子功又稱矮子步、走矮子，是中國傳統戲曲、京劇、川劇、粵劇等類醜行武丑、文丑演員必練的高難度基本功。核心動作要點：姿勢全程深蹲，腳跟抬起，只用前腳掌住地，要求上身挺直，雙肘夾緊，腹部收斂，用腰力與腿力支撐，行走無聲，輕巧穩定。長時間維持還要做跳躍、翻滾、打鬥，極考腿力與腰力。矮子功分為兩大類型，整矮子是從出場到謝幕全程深蹲不能直立，專門扮演天生矮小的角色，包括武大郎、黃英、土行孫、晏嬰等。半矮子只在特定場景使用，平時正常站立，用來表現潛行、偷竊、鬼祟的狀態，比如時遷道夾偷雞，或是偵探潛伏偷窺等動作。川劇的矮子功更講究頭短、手短、腳短、腰直的三短一直，配合服裝遮掩彎曲的腿，視覺上更像真矮人。淺媚的姿態。